那讲到这个小狗影的威力，迄是非常的可怕。迄是当影跣过来的时阵，卡到河边形成的小狗影。人若去跣落海，会完全迷失着方向。若是搁来呛着水，就真歹换命咯。大海影一影接一影，看起来真猛。昨下早是宜兰大溪渔港有10个人去海影架起，造成严重的伤亡。这种小狗影真正足恐怖的，因为拢雄雄拍起来。这摆事故主要就是因为讲无亲像风台接近的时阵，大家较谨慎、较美测。这款的大影是伫海面顶透风，离外海形成长影了，拄着海花就变成光雷啊状，甲人架落了后，一时也无快人啊，而且是拖落海底。加上这款的海影散散时，较无一个中心点，若是去水砸着了后，就食力啦。小狗影较会发生的地点包括海岸的大石头、石搭、挖海平台、海边和灯塔附近的肉粽角。小狗影较会发生的季节嘛要注意。最容易好发的季节啊，大概有2个季节，一个就是在台风季的时候，大概就是7月、8月、9月；另外一个季节就是所谓的这个东北季风啊。当这个东北季风在外海有比较强的这个东北风的时候呢，也会容易激发这种所谓的这种明显的这个浪头或是疯狗浪。所以给提醒一下，那拄到这款的季节，要去海边耍一定要注意，莫就是讲海边顶悬看起来真平静，就放放风。另外，中央气象局嘛有长影的资料，所以进前会当参考一下，才会当减少这款的意外搁再发生。